營一間咧小型工廠，仲開到做到老細啊！同埋同一個泰國女子結婚啊，生埋3個仔女，最近仲要做埋開埋餐廳。咁我唔知泰國啲規例啦，點解可以冇證件冇護照咧，又開到餐廳啦，又可以開到工廠啦？好啦，咁究竟嗰單龍蝦灣係一單咩案件呢？咁我哋而家咧睇翻咧報紙嘅資料講翻啦。翻查翻資料咧，當時咧任職酒樓侍應嘅26歲男子咧雷育才，佢喺1989年8月31日咧就被發現咧倒斃喺咧西貢龍蝦灣嘅石灘，頭部咧遭膠紙咧就捆住啊，手腳咧就被尼龍繩反綁，下半身就埋喺石灘，個心口咧、胸部咧就有被燒傷嘅痕。